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福气来也》。无限的一礼拜很可哟，大家有想到拜六礼拜要去哪了么？从下都想去各大茶出去行了一下，平常间有青岛可以去各大茶行了的地方哦。今天呢，我哋特别邀请到竹田菜市的游览先生叶振勇先生来到现场，带大家来去各大茶行了竹田哦。欢迎叶老师。主持人还有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来自组队的新币，商业，名叫做振勇，我有咧工作室，很多6队眼镜工作坊，6队眼镜工作坊，也进入进驻的竹田茶站。哦，老师，你讲之前在嘉东这边做嘅文化的工作嘛，因为想讲来到竹田这边来做一个导览个游览咯。系啊，民国18年以下，98年我哋嘉东有88水灾，哦88水灾重建后，到民国18年咧，我哋转型做地方嘅文化观光啊，当时同嘉东嘅地方做文化嘅资源调查迄个吼，专做文化经济，做文化观光路出来啦，推荐地方嘅特色，同嘅。地方的特产吼，透过观光带出去吼。民国1801年，到2002年吼，88水灾阶段性的任务重建的结束后，我哋转做推观光。2002年到2005年吼，2年人的时间吼，发现讲，伊个乡啊，伊个嘉东乡吼，文化资源还係伊个多样性吼，还是有一个局限啦。所以我哋到2005年的时节吼，到民国104年的时候，8年的时候转型做6队，范围都扩大到6队地方的。6队地方的时候，我哋范围文化的多样性吼，都包括沿山区的美浓，内陆平原，我哋以6队来讲吼，有美浓高速靠山呢。尼埔、板满、竹田吼，也入我哋6队内陆平原吼，嘉东新比靠海的，也三大段吼，你看到讲6队靠山靠海，还有平原区吼，伊个文化的内涵啦，因为地理环境无共样，因为周边的族群哈无共样。200人也互为影响，变成我哋6队的文化的多样性吼，其实係可以丰富的。哦，真是的，唐老师安尼讲，安尼6队真是精彩。嗰时候对组队，都变到安尼全部6队安尼。用我选到安尼总队竹田一片来，佮有冇个向老师的地方，都向老师讲，我来竹田一片做一个文化观光啦。安尼咧推安尼文化观光吼，睇咧喺企业多游客的角度来看啦。交通部观光局吼，每年都有派做委托的民间调查公司去做国人旅游的状况调查报告。国人旅游状况报告伊个结论讲，影响也消费者吼，旅游决策的因素啊。第咧，很多交通的可及性。交通。第二，你个地方有冇爱主题？主题有没有活动？有没有主题哈？第3有没有美食？是嘞，最重要的。第4有没有游戏馆嘛？有第5、第6、有5、6、7、8、9每年差不多也优先顺序袂完，唯一唔会完咧，都交通的可及性。游客用许多嘢，一个交通的可及性。第2主题跟美食跟有没有去过？而且2、3、4有时会变成咧第3个摆到第1，第2年又转过来不然你互相替换。所以交通的可及性喺我哋咧推展安尼6队体系的观光青创要必须要去思考的，
安尼做唔得讲，去个偏僻嘅地方攀旅游行程。啊，喊游客讲，啊，你们自己来，唔去卡来。哦，冇人讲讲吼，有个好势的吼，人演眼的都会去。啊，嗰说安尼昨天也偏路交通路清方便吼。对，有个车站啦，你当然比较起来哈，屏东市车主站哈，当然比昨天更强。但是昨天迄个就对唯一的哈，有。保存咧日本时代木造的车站哈，好，伊个文化底蕴，好，啊边交通的可及性哈，啊有的园区，有的好文化竹田驿站文化园区哈，有多样性的体共同那个衬托啦，啊所以当时来想迄讲除了旅游啊地方的你农特产品哈。特色产品，客家特色产品哈，用伊来透过伊的露出的方式哈，啊边透过旅游让游客可以带走，好按你整个结合起来哈，竹田茶站有，连内部都有整个园区的条件哈，都有安尼的条件。再过来竹田茶站本身都有交通的枢纽嘛，其实哈在历史上伊也喺竹田哈。QT 名就吞没啦，吞没，其实都一个龙江海哈，人哋龙江海都接东江海，所以呢龙江海东江海的支线啦，也喺人哋六堆客家先民哈，让伊对东江海上来，对泰玉来到顺便东江海上来顺便东江海到龙井溪接过来龙井溪哈，睇。跳塔吞没打港呀，吞没有跳塔路讲以前的台北市台安尼的买卖的中心啦，烫米挑米哈，所有农特产品啲嘢输送出去。嗰时候人很多吞没都东西囤啊地啊边都。竹田路有安尼的，伊个水路的枢纽啦，同埋讲迄铁路的枢纽，变来水路的枢纽。水路的还有喏。過來也見嗬，國土高速公路3號嗬，對竹田交流道，來到一竹田茶站嘛，能4分鐘。哦，按加個。係都有安尼交通嘅可及性嘅條件，假使講唔要坐火車，唔要即個開車嘅，透過國道3，這邊也88快速道路嗬，一路可以容易來到也，變成一個交通可及性的一個集散點，過來一件政府屏東縣政府邊中央邊來長期嘅推動一件咧交通嘅資源啊，觀光嘅資源有單車國道，有一件有完善嘅咧單車鐵道，鐵路大行騎着單車唔會塞到你頭嘅，很適合你單車鐵道同單車國道路錯嘅。安尼老師，安尼你怎安尼講？你安尼來到竹田第一站，你係先來到竹田茶站你錯嘅啦。係錯，對都有竹田茶站安尼等於個一個集散點。過來安尼透過除了竹田茶站嘅文化底蘊介紹下嚟，安尼透過安尼。周边的相关的景点变成一个有主题性的，可以去做深度之旅的，通过达人带路同所谓的旅客透过旅游的观光的吸引力来把它带到各个客庄去。老師，安尼安尼簽時行出去嘛？安尼你竹田茶站地邊有乜嘅好留料嘅冇？有。像我以前有談過竹田茶站地邊有乜嘅李秀雲紀念館啦，還有乜嘅冇？本身竹田也件竹田茶站竹田驿站文化園區啦也簡稱竹田驿園啦。竹田驿園。常常喺談到人哋打電話講，你議員咩？哪個議員？縣議員還是？唔係嘅議員冇錯嘅啦，驿站的驿啦，係驿站的。都話簡稱的話，太快的話，我可以用一個。唔係縣議員嘅議員。嗰時候嚟講，竹田茶站文化園區，按你嚟講，竹田茶站文化園區嘅面積啦。
有将近有6分梯，哦，五分半哈，有安尼啊，伊个馆舍啊，像空地的部分啊，绿地。大树荫哈遮蔽的哈，休闲空间诶范围已经形成诶。过来伊个馆舍啊，有1939年啊，民国28年留下来的日本人起安尼属木造的车站哈，保存起来。过来日本人所也当时留下来的澡堂啦哈，有日本话讲呼咯哈，澡堂哈，有留料库，也日本时代留下来。过来还有相关的设施有池上伊朗文库，也都为到同时为到池上伊朗博士哈，在广福前台湾广福前民国32年哈，伊迄日本的那个医学博士啊，当时日本人跟台湾人的时间哈，那个南太平洋战争哈，那个。昨天国小也今日昨天国小以前的野战医院，池上伊朗博士伊个入体也做医官啦，民国31年的时间，后来我34年哈，入广福的，但是伊做医官那些除了照顾呀医疗呀，你日本军，日本军之外哈，也还同当地的百姓哈，也一并照顾哈，佢说伊同人的民间的往来哈。更密切，当你年纪老的时候哈，哇，我们跟民间的交流还那个密切，所以同你的日本的藏书哈，捐出来。哦，原来好，老师等下还有请到好介绍同人来讲的嘛，那等一下，等一下我们来讲。各位观众朋友，听到老师带来很精彩的故事，等一下呢，我们真是要去叫他查出去老了足田的哦。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过来。各位好朋友，听到唐老师介绍的池上伊朗文库，我还记得竹田茶站地位还有一个李秀云纪念馆，我能请老师好好的介绍一下，好吗？老师，竹田茶站哈，还有咧很重要的李秀云先生的摄影纪念馆。李秀云先生也喺1919年出世，喺日本时代出世。以前哈，都係台糖啊，飛沙上班啦，飛沙有個樹葉吼，喺日本時代吼，你講最好嘅頭路啊，都飛沙嘅頭路啊。嘅飛沙係做乜嘅飛沙？飛沙都做糖。哦，做糖，種甘蔗做糖嘅嗰種。哦。所以吼，飛沙嘅頭路吼都樹葉高穩定，而且高豐厚嘅啦。哦，就像人公務員啊，安尼。所以他也有這樣的一個經濟哈，可以買相機哈。最重要就是有樣嘅背景有對安尼嘅6對安尼嘅人文哈，透過伊嘅攝影哈，把它記錄下來，也健康安尼嗰度6對天氣哈，也到文化資產哈，就到已經看冇啊，還是講伊安尼過去安尼嘅農耕，還是伊過去嘅人文生活狀態哈，看唔到嘅。愈近愈拄好，李秀雲先生吼，伊嘅影像記錄保存落來。哦，愈底背愈其他相片全部睇底背，還有其他嘅東西嗎？你變啦講，要用一個主題吼，去表現出來。哦，安尼。有其他相片，一個主題，像耕田的啦，創業的啦，嗰度。底背有其他，我記得以前去看嘅時節。經常底背還有其他嘅東西，像其他相機係咩？伊個台第一台伊個吼離光嘅相機吼。哦。第一台日本時代買嘅第一台相機。哦，叫做算文物嘅吼，懂哦？好啊，安尼老師頭到同唐講嘅李秀雲紀念館講，佢哋人哋竹田茶站老了嘅差唔多嘅嘛，係唔係也下人哋都真是器材嘅準備，對竹田茶站出發，人哋落去老了竹田嘅，好冇？可以啊。人哋項目出嚟之前吼，順便個介紹一個很多釀造物參觀啊。哦。也就喺竹田茶站地度嘅吼，很佢重要嘅一個館舍啦。釀造物參觀，咱嘅客嘅會費吼，支持竹田鄉吼。竹田鄉也釀造產業吼，係個非常有特色嘅
个秘籍啊，竹田乡有6个酿造透油厂地哦。哦，很多哦，这是唔地。哎呀，最早哈，你看咧万家乡透油啊，万家乡酱油摕伊个出身吼摕中南村，后来咧台北三重，后来三重嘅都市计划，还有改做几个尼埔嘅中林村啊，遐边。但是以前咧万家乡嘅古董啊，又出来这个块，因为万金酱园，津有味的津，万金酱也见嘛，喺睇中南村。另外一个古董，也见咧豆油钵的，豆油钵的，还有咧古董，睇尼伦咧台田酱园，台田，这上面都万家乡的嫡系子弟的，还有另外咧伫跳塔咧，也唔系万家乡的啦但是以另外一个很多丰隆酱油，新山食品咧，广东食品咧，日头路咧，从广东食品做一样的豆腐乳饼，这个很有名的，第6件，屏东监狱的底薪酱油，你看，你算起来又有数字 BA 有6件的呢，所以也很重要的产业区咯。包括说竹田乡公所路也另外的第2仓库也改造为酿造物餐馆。老师，等下几类人的有时间，将请老师带人你去好好捞一下好嘛？头都老师唔讲诶，脚踏车的路线有千多条嘛，前一条带人落去捞好冇？好啊，亲有兴趣呢？你来介绍一个竹田的历史文化，非常有特别有新的啦。竹田到底伊个特色在哪？特色在哪？对内看出伊个特色，佢可以对伊个文化带出来。其实你龙江海啊。龙江海，你看人哋竹田咧所有嘅客上龍江海接落去，龍江海算起來都係人哋東江海嘅支流啦。人哋東江海，你大陸嘅客家先民來到也順着東江海上到也龍江海嘅支流嘅，都轉入來龍江海。龍江海睇嚟打港啊！老師，頭先有拿一個相片本來跳打港，係唔係一個啊？所以一打港嘅個兩臂八公啦。兩臂八公。兩臂八公，兩臂八公，兩臂八公件，喺保存得真好。另外還有咧金絲亭。金絲亭。你順着條水路你水路上去到吞沒路也竹田，跳塔喺度吞沒嘛，吞沒你客家先民係順着條水路開裝，你上去吞沒喺度頭輪土輪啊，二輪三輪冇嘢擺上你按到中輪、中型輪老師輪係乜嘅意思啊？還有輪還有啲尾輪啊，尾巴的尾啊，最尾咧開裝嘅所以有輪輪係你講以前。太水種過還有一個高地河床的沙丘比較高的地方所以客家先民來到呀，也先前呀你比較不會淹水的地方就是輪啦那個梯架個高的地方來開裝開成一個聚落一個所以一個輪都代表睇人哋真的。龍江海龍井溪旁邊一個村莊一個莊，所以我哋旅遊路線順着水路來探索客家肯托斯。就嗰時候都行嘅以前人哋先民嘅路線來認識人哋客種。頭頭老師有談講有二輪嘛，有尾輪嘛，也條總頭地背有乜嘅特色嘅地方冇？像我哋講，順着龍江海上來龍江頭輪喺龍江係支流啦，唔係主線啦。順海嗰但是頭輪、二輪個尾輪也三個國泰總條喺龍江係嘅你，唔好看到伊客家貨房有伊個共同嘅特色、共同嘅元素、特色。你數到人哋客家建築睇現象所謂三管人丁水管財，所謂三管人丁水管財路，貨房嘅中軸線因為你土地龍線嘅中軸線，攏會向等水，
哦，好，我哋睇吞部叶片吼，也会看到，吴木火房嘅吴前县长，哦，伊嘅火房吼，火房，伊嘅火房点都唔係面向马路哦，不是面向道路，係面向水路。哦，啊门打开了都看到水安尼。门在向在水。哦。啊，背面才是像马路。哦。啊，所以你的也火哈，绕穿肠小径哈，绕一圈哈，才到它的正门。啊，无行会跌落去水里。唔会跌落水。因为讲咧，例如讲三管人丁水管材哈，后来唐朝时期呢，堪舆学大师啊，如杨云松，杨云松你堪舆学形式派做法如前有水后有靠，应该是讲前没水哈，有挖的半月池来当成一个前面的水啊，都前有水如龙井溪嘛，所以它头轮、一轮、米轮哈，你都看到，当这个水这样绕到这边来的时候，火房就向一片，水提一片就向一片，这样水没。就是个弯曲的嘛，火房的轴线哈，是跟着它那水路哈在弯曲，然后以前呢，以前不是以汽车为冲查为主要考量，没讲我的车子怎么停到我的家，以前都是徒步的或者是路骑个马啦，好所以唔是讲面向大马路。哦，原来安尼。除了火房，我记得米伦地边听讲有个卖咖啡的错冇？系啊，安尼先到议论吼，议论唔好发现讲榕江海吼，捞个整个二轮议论庄吼，捞一台板墾呢，捞一台板墾呢，整个村庄吼有一半去环绕在龙井溪啊，它的特色是在哪里？我发现讲，哇，一片用不按多八公啊，18的八公。除了八公，我记得议论地边还有一个金丝田，错冇？从头到老师拿一个相片本下去，我都看到一个金丝田。也係議論，議論啊嘛。議論嘅金絲田。哦。所謂頭文講嘅火房啊，有三管人丁水管材你嘅概念哈，一個八公，還有金絲田哈，都也係咧傍水而生嘅哈。順着嘅水路係八公年，你有總頭種米八公，有水頭水米八公。有田頭田米八公，同埋講嘅水頭水米嘅八公，會灌水嘅八公啦。同埋講議論有幾個班咧，一般咧總頭係環繞在啲水龍江海哈。過去嘅農業時代以前用水較方便，但是卡球係都雨季來嘅時節啦，哇都水患嘅。水患以前咧農業時代人民啊。面對你天然的災害無法度去抵抗呀，伊都同伊信仰寄託喺土地八公嘅。古時候水日來總頭，按你咧水頭八公，水一出去總頭嘅時節啦，要按你咧水米八公，水頭水米，甚至無法度去抵抗嘅水患啊，伊都喺橋頭嘅地方還要按八公。古時候喺廿年嘅議論咧，發現怎麼會有？你18的八公按到係啊！老師，你等一下我哋過來先去試一個咖啡，等下嚟繼續講一個故事，好嗎？好啊！各位好朋友，睇到老師介紹嘅八公、金絲田同火房，到底還有乜嘅好搞好料嘅地方？請老師等下繼續同我哋分享哦。休息一下，等一下過來。各位好朋友，準備好嘅冇？我哋會繼續去腳踏車老竹田嘅哦。老師，頭當有講到嘅金絲田都喺水邊嘛？做乜嘅金絲田會喺水邊？同人講一下好冇？好，金絲田其實伊嘅功能喺竹田我們發現講，佢講也有啲金絲田，喺議論咧有啲金絲田，清楚。後來日本時代去嘅有啲文筆田啊，喺竹田總頭都有啲後來文筆田，攏喺啲水邊做乜台灣人講起水口啊，興文風，出人才，
还可以治水患。哦，很多功能哦。系啊，哦，啊，佢说伊喺啲竹田入边咧表现出来特色啦。我听闻讲，伊啲规个年路咧吼，本遐呢农耕系老一半啦，你无法度去抵抗遐呢天然灾害时阵，一路寄托的信仰，寄托的信仰里面有八公，啊，金丝亭吼，啊也系有按呢观音，观音亭哈，所以哈如寄托的信仰伫度来治水。哦，如本总头一类新人的地方都错的啦。老师，祈祷鸦片吼是在都市有18个都基的呢。突然能介绍一下祈祷鸦片亚附近有冇个好食的好冇？好啊，像我哋到敦睦的时阵哈，昨天有一个北宫开创北宫顺丰哈，有面塔面啊，面打面哈，伊个面趴板哈，面趴板假使个伊到当主的时阵啦，伊个谈的座位吼，唔拉坐的时阵，伊都伫北宫谈，哦，也来按照好本他给你坐。哦，同北宫乡下吃饭都错的啦。哦，也提好多人的观点讲，有咧文化差异，讲这无规矩吼，在人民面前啊，但是我哋其实汉人吼对北宫吼，人哋我哋要称为北宫吼，如讲伊个福德正神的神格，我们过高啦，视为祖先的高一点点哦，好像跟自己的长辈一样，所以北宫在客家你生活文化里面，系一个很亲民的一个神位，好，不是那么庄严肃穆哈，所以在北宫的面前哈，来是面趴板也其实哈，那个北宫的庇佑哦。同吃饭的时候有像北宫乡下的吃饭，安尼是错。这个是一边他讲的这个在竹田的一个很特色，来表现出来一个人文的特色。除了个面趴板嘛，俺有谈讲竹田还有个航班的共用嘛？还有其他地方可以是？竹田也有啊，茶站头前面。哦，茶站头前这边也有咧。哦，你其他那才共用可以来去个是。俺人吃饱的还有其他地方，等一下俺来去喝下午茶，有地方可以去是喝下午茶嘛？正餐除了下午茶哈，像天使花园啊，也系咧，算起来迄个，假使讲带亲戚朋友哈，佮有面子的一个地方哈，也可以去。另外高脚屋也系咧个热门的地方啦。过来另外在竹田有咧大河园，也因为一些年轻人哈，也创业留乡来发展，传统的面趴板打面哈，作为的区隔但是我们发现家年轻人留在乡下发展创造出特色老师，俺头去到查，去到米伦的时间，俺有发现到这片那个围墙当高路有这个彩绘呢，个系嘛个原因哦？一件米伦用老夫子的那彩绘哈，老夫子的他的那个王者作家画老夫子的作家王者哈，他的那个他的儿子啦，算他儿子哈，作家儿子哈，授权，因为王者他是取我们那个米伦的女子啦哈，所以米伦的西龙经过他的授权哈，也米伦哈做那彩绘啦哈，形成一个地方的特色，也结合休闲哈，也有开了瓜地马拉回国来经营的那咖啡哈。难怪我看到青岛人特个翕相，有人特个是个点心，有人咖啡吼，好去到茶可以特个聊安尼。安尼除了安尼，安尼吃饱的，安尼可以过去的时间，有冇个伴手礼登录可以帮大家去买嘛？有啊，像食种哈，也种伴手礼在茶站里头哈。有几多竹田茶站都走嘅。如果同大家送过去嘛，竹田茶站哈都有准备有同竹田那个地方特产哈，集中那个茶站要来做露出啊。
他们讲的酿造产业，好像酿造产业，有6家酱油厂，阿边酿造的厂，啊个富区呢样的麻油，麻油，纯较热的麻油，食的麻油，佮一定用，啊昨天做的呢柠檬干，柠檬干，农产品，柠檬，还有果干呢，像柠檬干同一般的样的食品工厂做的像小农做的完。跟无穷样，无穷样伊迄靠日晒啦，日头晒的。但係一般喺食品工厂做嘅樣果乾係用乾燥烘乾機機係急速脫水啊，急速脫水，你果乾都變硬硬。硬啊！真是係是唔對嘛？因為你日曬微量元素慢慢讓它脱水你會知道啊，你會更軟實啊，咬起來，太硬，還有個水果嘅米是很清楚這是日曬剛好是農民透過一自家種的檸檬或者水果鳳梨然後經過加工，現在農民我們都已經發展到6級化產業呢。1級化就是從土地生產的嘛，經過加工就2級產業，再經過包裝行銷就變成3級產業，1、2、3，然後6級化產業。你產值就會附加價值就放起來，農民的收入就會比較好。嗰時候我哋來啊，起個茶唔單止可以來料來吃，又還可以幫助在地經濟，幫助我哋嘅小農，錯冇？安尼，老師你嗰個路線除了一條，還有其他的嘛，錯冇？有啊，像我頭先講嘅順着水路來老料客家莊其實你順着水路來去腳踏草，迄個舒服的一個，你要想起來用那個景觀都感覺會愉快的。人跟水天性啊，人對水從懷胎開始就在水養水保護之下，清好搞水。還有呢，當然你族田的特色屯水有關係，過來你嘛順着水路來老了客家莊，個族田地都含有一個特色嚟講，你族田一般的我哋六隊的客家莊，其他沒有那三國王嗰度，但是你族田你發現講族田有11個客家莊，15個村啦，11個客家莊11個客家莊伊個莊廟啊，伊個下面係用有7個係用三太子，係做乜呀？中壇元帥，係中壇元帥，會係咧，6隊的中隊呢，中隊係個政經中心啊，嗰時候以前透過神明會信仰來鼓舞士氣莊廟用三太子，這個是比較起來屯其他客家莊其他不同隊的特色，這個在竹田裡面真是的，去其他地方總統府太廟，大部分都係三山國王廟，像兩片嗰個中壇元帥，真是有特別。有特別好，嗰時候也無從歷史發掘它的特色，嗰個產業的部分，你講釀造產業可以透過一部分人文，一部分歷史，一部分產業的參訪，可以去釀造廠，透過我們達人帶路，安排在釀造廠來參觀，直接另外2輪莊1輪呢，他想要有發展一個金銀花，2輪莊的發展金銀花，想要通過金銀花來做脫貧的計劃，用脫貧，因為人哋所有的產業裡頭，金銀花是1年12個月，通通都有可以採收。是哪有那麼好的農作物，1年12個月，每個月都可以採收的，就只有金銀花。金銀花這個經過處理完之後，金銀花是本身是很貴好的消炎、抗消炎的這樣的一個。老師講到鴉片，那安尼我哋去嗰個茶，自家可以去，也可以請當年去嘛，錯不？我哋嗰當年的時間可以請去做導覽嘛？有啊，我哋喺茶站嘅你會現場報名。現場報名。係早晨頭
一个梯次，下主头一个梯次。啊，侬会同联络咯？名站上吼，打6堆文化观光旅游服务中，6堆文化观光旅游服务中心。好，你会看到活动里面哈有网站上哈，透过 FB 粉丝专业报名诶。按来假设讲，这只来到现场诶哈，9点早上9点哈有一个梯次。下午2点1点半啦，1点半又有一个梯次，等于说拆成早上9点的一个半日游，下午的1点半呢，因为一个半日游。哦，原来好，谢谢老师。各位好朋友，谈到鸦片是唔是亲像的来做件老了的呢？又可以去叫他查又可以吃，又可以教，又可以认识谈历史的故事，是唔是亲精彩呢？今日请感谢老师来到现场的分享。欢迎大家。有限来昨天查查，唔多请你多来哦。各位观众朋友，休息一下，等一下我哋跳下来做运动咯。大家好，又到诶好好运动嘅时间了哦。今日我教大家係毛巾操，刚你还记得冇？有毛巾，準備好嘅冇？準備好嘅，嚟教冇通用嘅招式嘅哦。準備好嘅，能通用。運動之前，我嚟做一個暖身。搶嘅毛巾哦，用嘅肩條一片，嘅頸巾一片。好，2隻腳打開來，一樣哦。能嘅手用嘅腰嘅一片哦。好嘅。我嘅條男攞嚟撈人鉗呢，1鉗、2鉗、3鉗、4鉗，好嚟彎片哦，1，慢慢地撈都可以嘅哦，2、3。好，接下來伸出你的手，好，用嘅肩條，好，再用嘅另外一邊嘅肩條，好，加油哦，好，不用過來，好，再打伸出去，再一次哦，肩條，彎片，肩條，伸出去，好，1、2、3、4、1、2、3、4，好，請好來彎片來彎嘅右手伸出去，用嘅肩條彎另外的肩條，好，過來再伸出去，好，1、2、3、4、1、2、3、4，好，我也好，能看那些2隻手通下哦，好，加油哦，好，2隻手哦，訓練嘅反應能力哦，同嘅協調性哦，好，2隻手來肩條，慢慢地做唔怕，好，2隻手邊嘅好交叉位置，好，過來伸出去，好，1、2、3、4、5、6、7、8，很好，更加同嘅手，用嘅腰嘅一片，好，保護你的腰哈，嚟做一個向後背全身嘅一個動作，好，來，用嘅後背慢慢地調拿啲後背看，好，人人就看蛋糕，1、2、3、4、5、6、7、8、9、10，好，慢慢的過來，好，2隻手十指交扣，低前面，好，伸出去，好，我背囊我打出來哦，好，師傅啲後背翹起來，好，摸駝背哦，好，摸蹼背，來再伸出去，1，做停留，2、3、4、
加油哦！6、7、8、9、10，好，暖身做起来哦。来进入俺的毛巾操的课程的哦。214来同个毛巾拿放起来。好，来214身，嘿，拿放来，一节一节咯吼，你头拿吼，慢慢的弯，你前面弯下去。好，慢慢的一节一节咯，腰骨一节一节，好弯下去。对，都挺来红，可能是唔可以没有都挺来毛，唔怕，没有唔都唔怕。慢慢的在身后的尾椎、腰椎，好，慢慢的在胸椎，好，颈椎，最面条拿拿红来，可以吗？可以哈，好，再一次哦，好，慢慢的往前面弯，好，颈椎先下去，胸椎、腰椎、尾椎，好，吸气，吐气的时间哦，来，慢慢的轰来，尾椎、腰椎、胸椎，好，最面颈椎。好，我跳拿最面放起来，好，好来休息一下。好，不我全身的关节仲可以动到哦，哈。好，听你的动作，那来做一个后仰的动作哦，哈。好，214拿放来。好，第五个后背来做一个全身的动作，来，1、2、3、4、5、6、7、8、9、10，好，过来，好休息，好，慢慢的吸气，来做一个缓和，好，吐气，等下第体的动作到体内动作2放起来哦，吸气，好，吐气，好，第前面体的动作。好，再做来体内动作，好，来开始哦。好，数2个，好，慢慢的往下去，好，尾椎，好，最面哈，慢慢的往下去到你的体内下，好，来做一个停留，让你的手脚不用放松，头拿不用下去放松，好，做一个停留，4、3、2、1，好，慢慢的放起来，1、2、3、4、5、6、7、8，好，来做一个全身，1、2、3、4、5、6、7、8，好，鼓到在中间。可以吗？记得了吗？很好，来做一个吸气，吐气，好，吸气，好，吐气，好，听，来再做一个动作哦，哈，来，来做一个弓箭步一个叶片来做脚出去，好，一个弓箭步，好，我们数手册，好，第前面。好，一个时间哦，第5个，好，左片弯过去，弯过来前面，再转过来，转过去，再一次哦，转到前面来，好，转那个左片去，好，第3次，过来，好，第4次，好，过来。好，我记得了，我们弓箭步的时间，我后背的脚一定要顺出来哦，哈，咱可以绑到我们的太肉臂，还有小腿的一个线条啊，哈。好，来弯片的来，来，我们右脚拿出去，好，来做一个弓箭步伸出去，好，可以的，尽量再下去，唔可以唔怕哦，做唔到唔怕嘛，唔怕，如果国外是唔怕哈。做我们可以做的适当范围哈，来可以的可以再下去，好，来214伸出，好，第5个前面弯过来，
好，再跪起，二，转过来，三，四，好，过来数下，数上来，好，记得了吗？好，来做一个缓和，来吸气，好，吐气。再一次吸气，好，吐气，更干哦，体的动作，好，来慢慢来练习，好，再做到最美的动作了，两方来哟，加油哦，哈，好，来体的动作还记得吗？好，第前面前弯腰哈，一样两只脚打开来，数两方来，一节一节咯，慢慢的弯下来，好。一节一节慢慢下来，都我停来下，好，做一个停留，一、二、三，好，慢慢的放起来，尾椎、腰椎、胸椎、颈椎，最面跳拿，好，往后背顺神，一、二、三。四，好，慢慢的过来，轻好哦，好，一样从个左偏左脚，好，做一个弓箭步，好，做一个好过来中间的动作，好，扭转的动作，过来，好，二、三，加油哦，四，好。走过来弯偏的哦，弯右脚，好，让出去，好，数两两个，好，转过来，一、二、三、四，好，慢慢的数过来，好，吸气，好，吐气。吸气，慢慢的做一个缓和。今日搞的动作记得了吗？记得了吼，明日来做运动哦，明日谈论线上做运动，健康又快乐，心情改好，面色改好，好身材嘛会改好哦。好好运动，俺们下次再来了，再见喽。